睇 WhatsApp、睇 Netflix、睇 YouTube 啦，而且係邊個係比較平啦，可以有幾多個裝置。老友記記得俾個支持，記住訂閱，撳鐘仔，多啲分享，俾個 like，格格出遊。就喺內地用 VPN 嘅，咁咧今日就會有俾幾個 VPN 嘅分享啦，咁就喺 VPN 上邊佢哋嘅速度啦、下載速度啦、上片速度啦、睇 WhatsApp、睇 Netflix、睇 YouTube 啦，而且係邊個係比較平啦，可以有幾多個裝置。咁我哋嗱而家就有圖有真相，呢個就係澳門塔，對面就係橫琴。咁我而家身處就係珠海嘅，咁不如我哋 Let's go 睇一睇咯。大熱嘅謝霆鋒演唱會17萬一張飛，買唔到啊，唯有網上睇咯。我哋先測試第一個 NordVPN。咁咧佢有啲 account 揀嘅，咁我就想註冊，我就用翻我蘋果 account 啦。咁如果你哋唔係蘋果嘅 iOS，你可以用翻你哋個小米啊、Android 機，即係安卓去登記都可以。咁打開咗之後，基本上咧佢咧係冇試用幾多日嘅，佢一嚟就係要撳呢一個訂閱噶啦。咁訂閱咧就會同你講係你先訂閱咗，即係交咗錢。如果你唔 OK 唔用嘅話咧，就可以隨時取消佢。由於測試，咁我都會訂閱咗先嘅。咁啊，陣間同大家去逐個 VPN 試一試佢速度啦，睇嘢 O 唔 OK 啦，下載快唔快？一年咧就418，咁每個月就38蚊啦。好，訂閱，好，輸入密碼。嗱，咁就買咗啦，收到我嘅錢啦，咁即刻就可以做啦喎。首先確保 WiFi 都係用翻呢個大陸嘅 WiFi 啦。數一數幾秒，而家已經去到30秒，都未見佢連到線喎。嚟緊50秒噶啦喎，應該可能就嚟到1分鐘噶啦。其實咧，而家已經去到差唔多1分半鐘噶啦，已經係啦。咁都係未連到線嘅，係啦，未連到線嘅。終於連到線，一嚟就整個丹麥啦。而家就開始連緊線噶啦。咁我哋測試下佢嗰個速度先。我哋睇一睇咧，佢睇 YouTube 嗰時咧係個速度快唔快嘅？入去 YouTube 都好快脆。搵條片出嚟睇下，非常順暢啦。咁不如又搵翻我自己啲片出嚟，又睇下咯。係啦，睇翻自己片啦，最快脆，好快出到嚟啦。睇翻呢一個啦。今集同大家分享點用最低嘅價錢喺中國嗱，唔好卡嘅 ，OK 嘅。老友記俾個支持，可以嘅。訂閱撳鐘仔，分享俾個 like，格格。跟住我哋測試埋咧 Netflix 啊。睇下有冇啲新戲，我最中意睇呢個 Black Mirror。咁呢度啱啱片尾嘅，咁我哋下一集睇下一集，睇佢嗰啲流速得唔得？基本上3、2、1就嚟了啦，就同我哋平時喺香港網速差唔多 ，OK 嘅，可以接受，係快嘅。我哋第二個睇嘅就係熊貓 VPN。熊貓啊，因為我見到都好多人下載，咁啊好先下載啦。咁啊呢一抽嘢都係要同意噶啦。嗱呢一個嘅熊貓 VPN 咧係有7天嘅免費試用。嗱呢度寫住啊嚇。好，入到呢一個嘅熊貓，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同樣都係啦。咧所有嘅 VPN 都係要同意同埋允許佢先至可以繼續噶。大家要留意呢一個熊貓係唔支持喺中國大陸用嘅 VPN。話如果你去其他世界各地係可以，喺內地係用唔到嘅呢一個。第三個實測就叫做快喵 VPN。另一個想介紹咧就係呢個叫做快喵啊，即係貓咪個喵。跟住咧我下載咗嘅，咁咧就其實佢比較簡單啲啊。咁你睇下，佢下載就係呢個版面。如果你唔要嘅時候，你就叫做斷開佢。咁佢就有免費嘅，同埋有一個係要俾錢。咁我哋試咗免費先啦，係啦。咁樣就係運行緊噶啦，成個 VPN 已經開始緊噶啦。咁我哋進入咧 YouTube 啊，睇一睇，睇下佢係咪真係可以連到線啊？都快嘅，就試下呢個。其實基本上2、3秒、3秒鐘都可以入到去呢個 YouTube 噶啦，同埋而且係穩定嘅。咁我哋就測試埋睇 Netflix。好，3秒鐘入到去，試一試睇下佢個網速。Netflix 可能稍為佢就慢咗些少，但係咧都可以接受，大概5秒鐘裏邊已經可以睇一睇佢運行嘅轉緊。
都可以接受嘅，大概10秒鐘可以入到去 Netflix 嘅，都 OK，都順暢嘅。而第4個測試就係快連 VPN 啦。實測咧就係我不嬲有用開呢個快連嘅，咁咧本身佢咧係有一啲試用裝嘅。咁我真係試用咗之後咧，咁就可以直接咧就買會員啦。咁佢同樣咧都係咧有分即係唔同嘅 plan 啦，到佢咧有多唔同嘅套餐嘅。咁我就揀咗呢一個啦，因為我長期都會用。咁其實拉翻勻平均都係26.6一個月。咁啲嘢好穩定，而且係方便，即係佢個版面唔太複雜。入到去其實咁樣，你一撳3、2、1，佢就即刻可以咧連到線㗎啦。咁我哋就連咗線啦呢個，咁就睇一睇咧YouTube。都係快嘅，而且都係穩定嘅。我睇啲有畫面嘅，非常穩定咯。Netflix 入翻去睇下佢要幾耐？誒，好快脆啊，係啦。基本上咧係同平時我哋喺電視睇嗰個速度係好相似嘅，亦都冇咩話 delay 咗啊，或者係慢，係啦，所以都係非常穩定。VPN 最緊要係要穩定。好，我哋而家測試下咧 NordVPN 去開呢個 WhatsApp 同埋對話，都係咧先連線，需要時間嘅。入到 WhatsApp 咧，系統係流暢，睇信息 OK， 寫信息就睇一睇啦。好，打幾隻字。好，發信息咧，見到咧都係已經有 tick 喎。第二個測試就係快 mail， 佢究竟呢個 VPN 連 WhatsApp O 唔 OK 咧？咁就非常快入到去啦。係啦，跟住我哋連好線之後咧，我哋就打開 WhatsApp， 同樣都係睇翻佢 WhatsApp 裏邊嗰個流暢 O 唔 OK 啦。OK 嘅，咁然之後我哋咧都嘗試下咧去打字，睇下咧打字上邊，譬如話傳信息都係可以。近乎我哋係正常用嘅數據或者 WiFi 網絡嘅。係快嘅。而第3個測試咧，我哋係用快連 VPN 去試一試佢 WhatsApp 嘅流暢度。當然我哋亦都要打開呢個快連 VPN 啦，咁 WhatsApp 睇一睇，咁掃翻啲信息咧係流暢嘅個網速。跟住我哋試下發信息，好，打幾粒花出嚟啦。好，發完之後咧，基本上都係藍剔 OK 晒。喺總結之前咧，首先要提一下咧，個 WiFi 同埋網絡都係好重要，因為 WiFi 個網速咧個穩定性會直接對 VPN 係有關聯嘅影響嘅。好，最後同大家總結一下 NordVPN 有6個裝置 ，VPN 上網速度都 OK 嘅，上下載速度咧維持原有嘅70%，月費係39.9港幣。VPN 連線咧一開始嘅時候係慢㗎，要用咗1分鐘以上時間，所以俾2.5分。上載速度俾4.5分，使用嘅方便程度俾3.5分。點解咧？因為入到版面咧佢比較複雜，對老友記嚟講咧，如果唔係慣常用電子產品嘅人士都幾吃力㗎，唔係一個咧簡單易操作嘅版面咧，可以一按掣就即刻連線，要填一啲嘢先可以做到啦。咁價格嗰方面，因為佢可以一次過有6個裝置，咁就俾到5分佢嘅。好，第二個要總結一下咧，就係呢一個快 mail 嘅 VPN， 咁咧佢就可以有5個裝置 ，VPN 嘅上網速度好快，上下載嘅速度維持原有大概80% 啦，年費228蚊港幣，平均每個月19.9。VPN 連線啊係好快嘅，大約3.5秒嘅啫，上網速度咧4.5，因為咧佢上呢個 YouTube Netflix 嗰時咧係需要3至4秒鐘，使用嘅方便程度5分啊。點解會俾到5分咧？因為咧佢係其實一打開個版面，撳一個掣就即刻可以咧連結到 VPN 㗎。咁價格各方面咧就4.5分。因為佢可以有5個裝置嘅。而第3個總結就係快連 VPN 啦，咁佢可以同一時間有3個裝置 ，VPN 上網嘅速度係好快嘅，上下載速度維持原有嘅80% 啦。其中一個年費係311港幣，咁平均每個月咧係25.9。VPN 連線係好快，大約都係3.5秒嘅，所以呢度俾5分。上網速度係5分，使用方便程度4.5分，價格係4.5分。因為我本身自己咧都用咗差唔多3年，就覺得佢穩定性咧係幾好。係啦，以上都係一個純粹分享，咁就大家可以多啲留言啦。咁就用唔用、點樣用咧，都係大家老友記自己話事㗎喎。老友記記得俾個支持，記住訂閱、撳鐘仔，多啲分享，俾個 like，格格出遊。